先生，请问您是怎么受伤的？先生，请问唔系杨顺速上街？先生，请问唔系杨顺速上街？我开农业搬运车摔车跌倒，压到脚。我是农业搬运车跌落來，冚到腳。我是農業搬運車跌落來，冚到腳。唉，真的是有時星光，有時月光，有時碰到3天風2天雨。唉，真嘅係有時星光，有時月光，像是遇到3日風2日雨。唉，真嘅係有時星光，有時月光。像是遇到3日風2日雨，要小心才好啊！愛生意講好，愛生意講好。你有帶健保卡嗎？我先幫您掛號。唔要帶健保卡冇，愛生同掛號。唔要帶健保卡冇，愛生同掛號。這是我先生的健保卡，麻煩您。你係我老公嘅健保卡，麻煩您。你係我老公嘅健保卡，麻煩您。先生，來，我先幫您量一下血壓哦。先生，來，我先同您量一下血壓。先生，來，我先同您量一下血壓。請將手稍微抬高，我再幫您量個耳溫，攝氏36度半，正常。請將手抬高一chút。我個再同您量耳溫，攝氏36度半，正常。請將手抬高一chút。我個再同您量耳溫，攝氏36度半，正常。來，我看一下您的傷口。我看一下你嘅傷口。我看一下你嘅傷口。您現在會痛嗎？還是？會痛。唔跌下會切毛，也係。會切。唔跌下會切毛，也係。會切。您的腿可以擺動嗎？腳掌可以稍微上下動一下。你腳臂是得天通毛，腳掌是得略略向下天通一下毛。哦。你腳臂是得天通毛，腳掌是得略略向下天通一下毛。哦。沒辦法，了解。哦。冇辦法，了解。哦。冇辦法，了解。先生，請問您叫什麼名字啊？張俊宏。先生，請問乜嘅名？張俊凡。先生，請問乜嘅名？張俊凡。好，現在馬上請急診醫師為您看診。好，你下馬上請急診醫生同看診。好，你下馬上請急診醫生同看診。謝謝。羅拉。羅拉。